各位台语堂的大家兄弟，大家平安。经过一礼拜，伫中间，咱台湾有一个真大的风台。我毋知兄弟姊妹，咱经历这个风台的时阵，咱心中是毋是犹原有主的平安伫咱的内底？感谢主会听从怜悯，咱每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平安顺利经过这个风台的试验。咱知影全台湾真侪树拢倒去，如果信仰亲像风台的试验的时阵，我毋知影咱兄弟姊妹，咱若是亲像树的时阵，咱是犹原坚立徛牢，也是风台一扫，咱就倒落去呢？望咱每一位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拢是亲像树咱拄所读的这个诗篇第一篇同款，常常伫溪水边。得到主会安尼甲咱浇灌，互咱养饲，咱会当亲像树按时嘛当结果子咱今日犹原要来共款来看诗篇今日这段诗篇是伫这个诗篇的第42篇。为什么我今日选这篇的诗篇呢？因为顶礼拜的讲道，我毋知兄弟姊妹，咱每礼拜你听讲台的信息。经过一礼拜以后，是消化真侪咱的生命的活粮，互咱的生命更加营养，更加坚强。也是咱听过正耳听入去，倒耳听出去经过一礼拜，咱宜灵传道3个月才来咱台语堂一届伊3个月才来一届的讲道，我毋知咱有听了偌济犹原伫你的心头。我这礼拜呢第一礼拜听了宜灵传道的讲道，有真侪话语伫我的这个脑海当中安尼咧盘旋但是有两句话一定伫我的内面尤其这几工搁有这个风台经过的时阵，我咧想，我毋知兄弟姊妹你顶礼拜的这个讲道信息有留下啥物啦但是呢，顶礼拜有两句话啦有两句话，迄两句话一直伫我的内底宜灵传道还未讲道进前讲了一句话，伊讲安息是上帝的祝福，伊是讲祝福啦，我来改做祝福。为什么？福气这字迄个福安怎写？倒手边是啥物？是上帝，对吧？正手边是啥物？一口田呐，古早人知影讲天顶迄位上大的啦敢若伊会当互咱一口田会当安怎生活徛起这个福气是上帝才会当赐予人的啦毋是咱人会当去赐予人的，咱人敢若会当甲人祝福尔啦咱人无法度甲别人赐福但是宜灵传道顶礼拜讲咱会当来做礼拜实在是上帝的赐福。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咱每礼拜会当来做礼拜，你有感受到讲哇，我会当每礼拜来做礼拜，是真正大有福气的一件代志吗？这是咱每天的日常，每礼拜的日常做礼拜，已经做几10年目睭过时间到，嘛会当准时来是讲每礼拜拢会当来做礼拜，实在是上帝互咱的大的福气顶礼拜还有一句话啦，伊讲毋通失去才知影讲爱把握，因为伊讲即个雅比斯的祈祷甲咱介绍讲雅比斯是啥物款的人，伊老母为虾米帮伊互即个名咧生伊的时阵是啥物款的经历咱人有人写国语叫做人在福中不知福台语要安怎讲？人伫福中不知福，兄弟姊妹，咱是伫福中知福，还是不知福？知福这个风台嘛有一寡受灾户，敢毋是？虽然一寡风台因为人安尼失去性命的人，咱台湾即个风台嘛是有啦，无讲介济，敢若一个尔但是无论如何风台如果咱是住咧山头住咧海边还是住一寡厝较无安尼空谷里铁军即款厝咱伫咧竹北有一个新闻，你有看到无？
住喺10外楼迄个厝吼，因迄是玻璃的，哇，对规片敢若真好对无？暗时啊吼，啊电火拍出去，啊看出去，哇，风景真水。但是即个风台安那？哦，迄足侪人讲安尼，甲迄锁安尼绑条啊，甲迄玻璃吼挽条的，惊迄个风甲伊吹落去啦。吼，所以吼，一寡代志咱看是美好的，无一定是美好的。吼，啊无美好也无一定是无美好啦。吼，但是总是讲，我拄仔讲，顶礼拜因为听了迄个信息，我就想到讲诗篇42篇，今日要甲大家吼来分享即段的经文吼。即段经文拄则咱李老师甲咱读过吼，咱以后的即个周报的顶面吼，拢会甲即个经文拍上来吼。连面你听的时阵会当来对照即个经文吼，咱来同齐来领受。诗篇总共有几篇？150篇啊！我会记我咧升学院的时阵啊，业务师啊，咱每个月来咧业务师有甲阮讲，迄阵做学生啦，伊讲啊，灵修吼啊，要安怎灵修？伊互啊有一个甲同学讲啊。你如果啊，每一工吼读诗篇读一篇，偌久会读完？5个月啊，平均啦吼，有30工有31工啦，咱31工莫算啦吼，30工1个月，5个月就读完啊。吼，但是119篇的落长啊，吼，有176载，伊讲有22段啦，甲当做22工啊。哦，所以呢，119篇吼，迄篇吼，该分做。第6个月来读啦，分22工来读，读完以后呢，就是阁有8工，敢毋是？要安怎？8工你读雅歌书啊，雅歌书吼，一工一篇，加起拄啊1个月，安尼吼，半年读一届诗篇，啊，过来呢，吼，下半年佫定头来吼，一年会当读2遍诗篇，吼，每一篇都当读2届，吼，像你即位我迄阵啊做神学生吼。就听业务师安尼讲哦，我读即个圣经真侪以外吼，即个部分吼，当做我每一工的灵修的即个经文的进度吼。所以呢，我今日读到123篇啊，今日拄啊11月1号，吼，毋知对毋对啦吼，应该是啦吼。我拄啊今日坐捷运拄啊车顶读一篇啦吼，但是我今日要分享一篇，我是要用分享42篇。我要讲即是讲诗篇吼。真做我每一工哦，甲上帝亲近哦，通过诗篇诗人所写的，真做我的祈祷哦。有当时也毋知要安怎祈祷，你就照诗篇就读，安尼就是一个甲上帝亲近的一个祈祷吼。分享互大家啦吼，啊，怎啊较详细吼？后礼拜业务师来，就再佮甲请教吼，看伊领受是啥物啦吼。啊，我着照着每年我读2届诗篇吼，啊，这诗篇42篇我嘛读过。每一年拢至少读2遍吼，啊！我顶礼拜听伊灵传道安尼讲煞，我着思想到即篇的诗篇，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啊，150篇吼，真长会当来切做5段啦吼，所以诗篇吼，伫即个伊个解经的册当中吼，分做5卷吼。圣经嘛安尼甲你分啦，5卷吼，即个诗篇42篇拄啊第2卷的第1首。吼，安尼互大家背景小可了解。啊，即个诗篇42篇为虾米写呢？吼，有人讲2个原因可能啦。吼，因为讲啊，有人讲即个诗人哦，因为拄着这个战争啦，吼，即个缘故啊，吼，互人吼赶走。伊本来住咧即个耶路撒冷吼，即个城市，啊，流亡到以色列北边啊，迄个所在去啊，吼，啊，迄个所在伊因为离开吼，伊所徛起的所在。流亡，所以有即款的感受了后呢，写出即篇诗篇。啊，有人讲啊，因为诗篇42篇头后写讲是即个可拉吼，即个后裔吼所写的吼，所以讲有可能嘛是一个吼，因为以色列人吼，亡国以后啊，尤其是南国即犹太亡国以后，因的一寡人吼被掠吼啊，流浪伫即个异邦啊，吼因。思想讲过去，尤其即个可拉的后裔啊，因是侍奉上帝的人，伫圣殿当中，因无法度搁伫圣殿里敬拜服侍神的时阵，所以有即款的悲伤所写吼。有2种的即款的讲法，无论如何，就是讲伫即款的背景当中，吼有即款的诗篇描写出来，吼，咱来通过即段经文来思想，即段经文短啊，敢若11节，但是嘛分做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第一节吼，甲即个头前的第六节吼，第六节、第五节啦吼。第二部分就是第六节甲11节吼，分做即两部分吼。啊，即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即个我拄仔讲的吼，即个已经离开吼圣城的人吼，即个人不管是啥物款的人吼。伊互人踢笑讲，啊，你的上帝伫啥物所在？啊，你为啥物你即马沦落到即款的地步吼？所以伊真悲伤吼，伊较无上帝甲伊伫地吼，甲伊伫地。所以咱来思想，即个诗人伊有一粒啥物款的心，咱连咪来通过即个诗篇，咱来思想者吼。第二就是讲，即个诗人是安怎来形容伊所明白的上帝？当别人咧讲啊，你的上帝伫倒落呢？啊，伊今日即个处境。啊，伊是安怎看待伊的上帝？吼、第三就是咱来思想，咱通过这段经文呢，吼、咱是毋是也亲像即个诗人共款有伊的即款的一粒心？吼、所以呢，咱来通过这11节，咱慢慢来看吼。我拄仔讲吼，诗人伊有啥物款的一粒心呢？吼、简单讲啦，吼，就是有啥物款的心？较无上帝的心。兄弟姊妹，咱每礼拜来做礼拜。咱有较无上帝心无？啊是咱较无来唱诗歌，互咱的建中老师带咱来唱诗歌，诗歌的进步，这是倒是重点。啊是讲来听伊牧师安尼凊彩讲者，无凊彩讲嘛，小可陪伴啦吼。重点，兄弟姊妹，迄拢毋是重要的，重要是啥物？咱要有一个较无的心，要来敬拜伊。吼，要来亲近伊，要来听伊的话语。吼，这个诗人伊伫这诗篇的42篇有描写讲，伊有一粒即款的心。吼，若亲像鹿啊，喙焦安尼吼，鹿啊足喙焦的情形吼，翕无溪水共款，要去找找溪水泉去啉溪水。吼，即款的心，如果兄弟姊妹，咱每礼拜来教会做礼拜。有即款的心，兄弟姊妹，牧师较捌含慢讲，指挥吼较含慢指挥，歌声无甲优美，迄拢无要紧。我早吼少年的时阵爱看电影，拢去西门町啦，有诶所在排买电影票看电影，看到好看的电影真赞，看到歹看的电影无彩钱对无？后领看无完就来走，莫看。但是迄阵啊吼。看到足歹看的电影，我嘛就看到尾啊！哦，因为呢，我有一个领袖啦，别人甲我讲的哦，足歹看的电影吼，你只要听到一句话对白吼，袂歹，该听入去，安尼迄个值回票价。所以吼，头仔足歹看，无要紧，佮继续看。为啥拍这部电影？为啥买票来看这部电影？同款，每礼拜讲完，佮较含慢讲。礼拜搁较无遐尔灯光美、气氛佳，但兄弟姊妹，只要你本人你家己有一个较无上帝的心，你敢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我无即摆目前无即个情形，但是我曾经有一年52礼拜发生啥物代志，你敢知？我敢若入来教会。敢若打入来，就流目屎。起来迄个会堂坐落来，未坐入来，就流目屎。唱歌敢若头一句唱出来，就流目屎。当牧师咧讲道的时阵，每礼拜毋是规篇，敢若一句话两句话感动着我，就流目屎。你知影我已经教会上尾啊，听到一篇道理，以色列书。哦，迄个平原拢一寡骨头，后来发生啥物代志？遐个骨头，死人骨头，拢活起来，生肉有血菌。迄篇道理，互我即个人活起来。后来我去读神学院啊，经过2年半的流浪。迄间教会我足感恩的，迄个牧师嘛真好讲道，但是我感谢上帝。我拄仔讲，我会流目屎是圣神你引带我。为什么？
迄阵啊，我每工哦，半暝哦，阮太太困我也困，我就起床读圣经，每一工差不多读2点钟。迄阵啊，互人踢笑讲，啊你教会做执事，啊你徛讲台，啊你圣经拢毋捌，啊讲黑白讲。我迄阵啊，你教会你服侍，走路走去迄北京教会，伫遐待1年，每礼拜，上帝感动我。后来上帝引带我来做传道人，一个较无上帝心，但是我真亏欠，自从做传道人以后，无迄款的经验啊。到即啊，敢若小可油条啊呢？我求上帝甲我怜悯我，了解我。但是我嘛常常提醒家己，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诗篇第2篇安怎讲？咱的上帝啊，逐日安怎？战敬而快乐。国语是安尼啦吼，台语我毋知安怎翻啦吼。咱上帝，咱爱存的一个敬畏的心，但是咱还佫爱会当安怎？免惊赢来亲近伊，甚至会当有满足的喜乐。咱的上帝就是安尼公义甲慈爱的上帝，逐日安尼咱来甲伊认捌伊，逐日咱来安尼来较无伊，敬拜伊。所以我拄仔讲，即个诗人伊有亲像上帝，嘛亲像鹿仔安尼，即个较无的心，敢若足喙焦、心要啉水共款。我即马因为身体治疗以后喙内底即个安怎口水，台语都特别晓讲，喙烂变足少的，定安尼足喙焦的。后来你甲我靠近，我讲话可能你会听，闻到敢无介好闻的味，因为喙烂足少的。兄弟姊妹，我就足想要定。医生嘛甲我讲，你定仔啉水含一口水定你喙的无喙齿即摆拢变黄呢。我毋是食槟榔呢，但是已经变黄怎？喙烂会当甲咱杀菌，会保持即个喙齿的清洁。但是我喙烂变少喙齿变黄去，这是因为破病治疗的关系。但是我拄仔讲，咱每个人每一工。你生活，因为咱人是70%水做的，所以咱需要水啦尤其落在你即个大自然的所在你生活也无厝通去大啦所以呢，当因安尼拄着即个困旱的阵无水通去啉的阵即款大自然的动物，莫讲鹿仔，真侪动物安怎千里迢迢安怎去找水呢？你看过迄个非洲个大象象群安尼拢无水因凭着因的读家记忆安怎？行迄个路，伊讲早我行过迄个路，行几啊年几啊10年阮阿公阿嬷甲我讲，阮老爸老母我即马带我的囝谈说，规阵像要去找啥？找水的，找无水的死喺半中呢。找着安怎？渡过迄个难关当迄个雨季搁来的阵安怎？搁欣欣向荣搁有物件通搁食。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的信仰当中有即款的经历无？检测你无的阵，可能你真幸福，但是你也真不幸。因为我一个同学因老爸就是牧师伊是牧师的囝你住喺恁仔路二段，你也知影什么款的所在。伊讲伊去读神学院，阮同学逐个伊讲你为啥你来读神学院？讲你的见证，伊听伊讲，伊无见证通讲，伊讲恁的见证拢精彩，伊的见证拢无精彩，因为身在福中啦。所以讲伊嘛足想要有即款的雅比斯的经历呢。我讲卖啦，逐个同学讲，同学，我要大家你的进步可能爱努力几啊10年才法度。你即马出世落去即款的境界你莫搁食饱去找枵安尼去找苦难。但是讲因为伊无见证，但是伊就是真好的见证兄弟姊妹，我拄仔讲，咱无即款的经验是福，嘛无一定是福有即款的经验毋是福，
嘛实实在在是福气啦吼。所以我拄仔讲，即个诗篇第一篇，嘛即个42篇第一段甲你讲，即个诗人有安尼的即个较无，为虾米咱来看经文吼？伊第一安怎？伊讲我的心安怎？迫切羡慕上帝，亲像鹿啊吼，迫切羡慕上帝吼。伊安怎？要看无清楚。我的心脆焦啦吼，羡慕上帝。即三句的形容，互咱兄弟姊妹，咱每个礼拜来坐即个所在做礼拜的时阵，咱思想咱家己的内心，是毋是有即款的心来较无上帝呢？咱人讲，咱的心亲像海绵共款，海绵安怎会吸水？伊足焦燥的时阵吸水啦吼，啊你无焦燥的时阵，你无需要吸水啊。兼且咱兄弟姊妹，咱每一工拢足饱足的，所以无需要哦。即个迄落，你若讲是即款的情形，我感谢俄罗斯。为虾米？咱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每个人每一工的灵修的生活一定是诚稳定，一定是诚美好哦。所以我拄仔讲，当一个人伊的灵修的生命甲上帝关系非常好的时阵，你每一工拢食饱饱，啊礼拜四啊来这所在。哪免听啥物大道理啊？我安尼讲，大家敢有同意？但是你每礼拜吼，逐工吼，拢枵到要死。礼拜四啊，当然你会足较无的啊，对无？敢若我做囡仔的时阵吼，嘛足人讲啊，有大拜拜哦，去食青草哦。为虾米？普通时啊，拢食白饭，哦，搅豆油，掺一寡盐。较好诶，食一卤卵，无诶时阵就食菜脯。兄弟姊妹，咱诶信仰伫啥物款诶情形呢？即个较无一定讲礼拜四啊较无，你每一工就爱较无。吼，即个诗人伊安尼讲，伊安尼形容讲，我啥物时阵会当去上帝面头前去朝见上帝？咱拄仔讲顶礼拜伊灵传道讲。毋通失去以后呢，你甲知影讲啊，爱珍惜啦。夫妻的关系嘛共款啦，兄弟姊妹关系、朋友的关系，啥物款的关系，还是讲你曾经拥有的，后来无去，才讲啊，我较早安怎安怎。有一个会友啊，伊是台北土地银行的高级专员，退休的，但是你做行员的时阵，最后甲人安怎创虾啊？吼，伊安尼吼去经营伊的即个金钱财务，趁第一间厝，继续趁第二间厝，伊总共趁5间厝，大个内湖诶100几平的别庄。伊讲啊，我即世人会使啊，会使啊。伊养饲的囡仔嘛诚敖。吼，两个囡仔、3个囡仔，两个做嘛，共阮做即个财务方面的啦，的工作。但是伊无离过啊，伊的先生退休以后啊，退休的人吼无代志做去投资啊，投资伊的先生啊，投资了讲无讲眼光介好，偷甲伊的厝啊，一间啊、一间啊，摕去抵押，搁安尼继续搁要甲本钱搁看会当搁来趁转来卖。但是啊，无离过啊，伊5间厝后来呢，无半间。伊定定讲啊，我即马投靠咧阮囡仔，互我迄间房间，敢若3平的所在。但即马年老啊，都爱安养中心去啊。伊就讲，伊一世人就是安尼吼，无闲规工啊，无闲毋是规工啊，无闲几啊10年啊，落尾来安怎？一场空啊！但是伊讲啊，因为安尼，伊才认捌上帝。伊讲，我感谢上帝，互我有安尼即个人生的经历。但是讲伊也顶头来的，伊袂记安尼搁行一遍啊。伊讲，伊宁愿早认捌即个上帝。这是一个会友吼，伊的生命见证。所以我拄仔讲，即个
诗篇42篇这个诗人，伊有安尼较无上帝的心，因为伊失去啊，对毋对？伊失去啥物？伊较早带着众人安怎？遮个带着众人咧修正呢？伊是利未人啊，所以伊是带领伊些百姓咧敬拜上帝的人呢。较早迄个情形不在啊，即马逃亡啊，避了，无法度搁敬拜上帝啊。伊甲讲啊，较早的日子无安尼啊好，兄弟姊妹，咱即马搁坐伫遮，如果大陆拍过来，咱搁会倒坐伫遮继续。啊是讲你怎么破面，无法度搁来做礼拜啊？咱几礼拜前去看陈教授，歹势一寡人无法度入去，因为含这3个人。有你记的2个兄弟，我毋知影甲牧师有共款的感受无？你看到陈教授的目睭会顺，你看到伊的倒位病床会顺，你想伊会较无转来咱遮做礼拜无？你会想讲伊较无伊过来徛喺这所在献死予上帝无？但是即马多无？不只是伊呢，还有真侪人呢。但是咱兄弟姊妹，咱即马是安怎？咱即马可当好好坐伫遮，敢毋是？较好讲的，大家笑一下对无？今日笑声较少。兄弟姊妹，会当来做礼拜，实在是上帝的事吼。所以我拄仔一开始为啥会讲顶礼拜一定传到讲尔遮尔侪雅比书的故事，但是我拄仔讲的这2句话，甲迄段经文拢无关系，但是伊迄2句话深深入我的内底。所以我今日用迄2句话做头，甲大家分享，用诗篇42篇甲大家讲。咱来看讲即个诗人伊安怎？伊悲伤，伊郁卒，伊嗨喘，嗨喘哦，郁卒、悲伤、郁卒、嗨喘，出现拄啊7遍对无？拄啊7遍，完全的悲伤、郁卒、嗨喘。兄弟姊妹，咱即马感谢主，咱在座目前无安尼啦。我定下去看一寡咧病院的病人，也是讲住在安养中心的一寡士大人，有人只尤其无法度回应咱讲话的时阵，我看伊的表情，有一寡人足少的人是喜乐的，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是安怎？我毋知影形容吼。这个诗人伊有即款的经历，伊想到过去伊所拥有的，即马不在啊。但是兄弟姊妹，咱今日还阁有拥有的时阵安怎？咱来珍惜啊！翁仔某安怎无好冤家喙，安尼搭喙鼓，拢感谢主呢吼。咱台湾人讲啊，国语嘛安尼讲啦吼。床头问床头你冤家吼，问床头要安怎？爱好好对无吼？一条歌加啊，我顶解讲，就是安尼吵吵闹闹，迄嘛一种幸福呢吼，会当冤家嘛一种幸福，吼。兄弟姊妹，我拄仔讲，咱即马生活当中，你所拄着的一寡无顺时的代志，你爱好啊珍惜。你会记阮拄了遐个代志，上帝要安怎？互咱更较提升，互咱更较提升，不管是咱的内底，还是咱的外面，吼。所以这个诗人伊过去安尼，大家咧守节，即马无啊。咱即马继续还阁有，咱来把后礼拜搁要来做礼拜的时阵，咱来抱着相关的心。后礼拜咱来做礼拜，爱抱着啥物心？咱每礼拜转去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爱抱着啥物款的心？拄仔讲爱啥物款的心？较无上帝的心。第二，咱来看为什么这个诗人遮尔遮尔愿意来亲近上帝？虽然伊拄了安尼款的经历，但是伊讲啊，我的心啊，为什么你郁卒？伊讲啊，我还阁要学罗伊呢，要唱歌呢，因为伊知影伊即个赐予伊活命上帝，伊知影会当甲伊祈求呢，伊家己讲啊，着仰望上帝，我还阁要
俄罗伊呢？兄弟姊妹，咱拄了一款歹代志阵，咱敢会知讲啊？上帝是听咱的，还是讲啊？上帝你无听我？我顶回你即个所在有讲过，有另外一个姊妹，伊讲伊祈祷上帝敢拢无甲伊成就，安尼来教会要创啥物？即个上帝哪有值得我来甲伊敬拜呢？所以伊讲伊无爱来啊。拄则好，我拄咧变数的阵，看到因翁婿啊，我歹势问伊太太最近安怎？兄弟姊妹，如果迄个姊妹亲像即个诗人共款，虽然伊拄着安尼款的情形遭遇，但是犹原伊阁要来俄罗主，阁要来唱歌俄罗伊，阁知影要来甲伊祈祷，安尼即款人，伊就有福气啊！为什么即个诗人对上帝会安尼会即个仰望呢？咱来看。这个诗人伊安怎形容伊的上帝？伊所认拜的上帝，这段经文内底安怎描写？第一句，伊是安怎款的上帝？永远的上帝。咱今日所唱的第一条诗歌的第一节，有即句话无？咱拄安怎唱？李老师，咱会选这条歌？咱拄唱的诗歌第一节安怎唱出来？咱搁看一下好无？唱过都袂记啊！我心俄罗上帝，对毋对？为什么？这个上帝什么款的上帝？自然永远的上帝。所以这个诗篇诗人伊讲，伊所认拜的上帝是什么款上帝？永远的上帝。下口有足侪形容的。上帝伊讲啥？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是我的上帝，毋是你的上帝，毋是咱的上帝。伊讲是我的上帝。即我个人有迄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个上帝，有啥物款的上帝？赐我活命的上帝。即个诗人有伫战争当中失去性命无？无啦，敢毋对？风台过伊个活条，对毋对？所以呢，伊知影这上帝阁留伊一条命。伊讲这上帝竟然讲是慈爱的上帝呢？最后我讲是伊的石盘。伫诗篇42篇第11节当中，对这上帝安尼款的形容。但是兄弟姊妹，如果咱甲有共款的遭遇的时阵，咱敢会形容咱的上帝是安尼？咱无定甲上帝安怎complain啊？敢毋对？甲上帝安尼点样讲？为什么？足侪为什么出来啊？所以，咱台语有一条流行歌叫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听啊对毋对？上帝为什么我安尼？你哪互我安尼？兄弟姊妹，囡仔人咧定一直问为什么啦？如果咱大人渐渐就较袂问为什么啊。当咱有一天袂去问为什么的时阵，安尼会当做先啊啦。但是生活当中有当时难免啦，咱莫讲为什么，哪安尼？兄弟姊妹，这个诗人伊的遭遇，竟然讲伊的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是伊的拯救者，是伊的上帝，是赐予活命主爱的上帝，是伊的石盘。圣经足侪所在，尤其伫箴言嘛，安尼讲，哇！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真做伊的避难所，伊的施设，嘛有安怎，嘛会当得到看顾甲保守。兄弟姊妹，今日诗篇42篇，通过诗人伊的经验遭遇，互咱一个提醒，咱要有较无上帝的心来认拜伊。所以我拄仔讲，咱敢有亲像诗人共款，甲伊共款安尼有认捌上帝的心呢？遮共款来形容我拄仔讲的咱来思想，咱敢有甲诗人共款，爱知影啥物款的代志？通过今日即个经文，爱知影安怎？爱知影会当来做礼拜，就是上帝的祝福。大家讲有阿们？第二安怎？
毋通失去啊以后才知影爱珍惜。所以咱每礼拜见面讲真欢喜，咱阁会当同齐来做礼拜，所以咱不只爱知影，通过顶礼拜已经传到伊讲到迄两句话，提醒着我，今日甲大家分享42篇诗篇这段经文当中，共款，互咱有即款的即个提醒。咱不只爱知影，第二咱安怎？爱较无啥物？较无每礼拜，就是讲咱有一粒较无上帝的心，这是关键，这是主要，毋是别人，是咱自己，是你自己。亲像鹿仔喙焦心无溪水的心，亲像我即马足喙焦的，拄则做咧这互我一杯茶，但是我因为拄仔无时间啉，所以我即马足较无迄杯。迄杯茶啊，连伊落台我就甲伊啉要打去，佫无够，连伊佫回后去啉一杯咖啡，因为足喙焦的。兄弟姊妹，爱知影即两件代志，嘛爱有即个较无，大家咱同齐来安尼追求好毋好？互咱每个兄弟姊妹，我佫最后讲一个，因为咱今日有主餐，我也莫佫讲啊吼。有一个遇到故事，讲一个大牧师啊，离足侪人的教会咧牧养啊，有一段时间伊休困啊，后来去走去海边啊一个所在去度假，结果礼拜是阿妈做礼拜啊，伊就去做礼拜，去一间足小的足细教会做礼拜，伊竟然。伫咧做礼拜的时阵，伊才真正享受到做礼拜的迄款的恩典，因为伊伫牧会的时阵是安怎，拢一直付出，拢为了别人，为了工课。但是当伊休困迄阵仔，迄段假期，竟然去甲迄间小小的教会，伊。得到真正的安息。迄间教会无讲介好的教会，足朴素的教会，会友也无侪人，迄个传道人嘛无全像遮贤讲道，但是伊竟然伊粒心，忠心互主，甲伊掠着。所以我常常鼓励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虽望咱无伫大堂做礼拜，虽望咱伫三控的教会、教室这个所在做礼拜，但是这个所在就是你的圣殿，这个所在的上帝，袂比迄个所在的上帝较细声、变大声。兄弟姊妹，我有一个望咱。浸信会的台语礼拜会当阁继续。虽然浸信会200多间的教会做台语礼拜无多，但是我常常咧思想这件代志：为什么上帝互华恩堂有台语礼拜？为什么这几年上帝带我来这个所在，甲大家来同齐服侍？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时间到嘛要退休的人啊，我嘛咧想讲，这个将来台语堂是要安怎继续？我会记得拄仔来的时阵，还未正式接的时阵，还是拄仔接的初，真侪同工拢甲牧师讲，牧师啊，我要交棒啊，拢交互你啊，我退休啊。我讲兄弟姊妹，要交棒，我早国中的时阵，我是你走啥物个？无马拉松啦，我是短跑100米，但是老师讲你爱去跑接力400公尺的，400公尺迄个，毋是干那走去举一支棍啊，较贤走的第1棒无就是第4棒，第4棒的人
头海的人吼，迄3个人如果走无好势哦，伊免走，还是讲迄起无去，等几步接袂着，伊也免走，迄队一定是输的啦。吼，啊！你第一棒的人，你要交啥？啊，到第二棒啊！啊，第二棒啊无人咧。你400公尺接力免接力啊，你一个走。有人是讲啊，因为队员安怎，4个剩3个安怎？有一个人走2遍，按照符合规定无？毋知。我会记我国中的时阵，曾经安尼啊，无得到第1名，敢若得到第3名，400接力。哦，兄弟姊妹。咱台语堂的未来，是毋是有人要来即支啦？要交啥人？交龙殿啦！我要交龙殿，应该要接毋接啦吼？啊，李老师要交啥？哦，所有者要交啥？哦，小花就要交啥？信箱要交啥？感谢咱江老师，互咱真好的模范，伊交建中老师。但是建中老师，你初食，你嘛想讲未来呢？20年、30年以后，你要交啥？我昨哦。散步啊，散步到书呆去啊，就想到咱的建中老师啊，我就翕一寡影片啊，竟然找到建中老师的主导文啊，我就甲伊做影片，昨放入去，毋知有人看到无？一个拍太极拳的人，离个师大迄个雕像，我嘛甲翕起来。建中老师敢知我咧讲啥？大家当有梦想无？咱台语堂将来要复兴，不只是咱华人堂，要复兴台湾的教会。大家有即款的梦想啊无？毋通讲大家乐哭哭啊！兄弟姊妹，如果咱有较无上帝的心，如果咱真正知影咱今日会当成做即款的人，拢是上帝互咱的。这个祝福，国语保罗书信有一句话讲：“我如今成为何等人，都是什么？因着神的恩才成的。”咱3个阿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会当来你的面头前。敬拜你是何等的一个恩典！阮今日通过诗人42篇所描写的，提起着阮会当甲兄弟姊妹每个礼拜来台语堂做礼拜，是何等蒙恩有福气的一件代志。互阮兄弟姊妹会当来亲像罗仔共款，每一工拢来较无你、亲近你。互阮会当建立美好的每一工的灵修的生活，会当来每一工读你的话语，来向你祈祷，来听你的旨意，照你的旨意来行。每礼拜阮来教会，会当心用敬拜来服侍你，用种种的服侍来服侍你，来服侍阮的兄弟姊妹，安尼来服侍你。通过主你互阮的即款美好的恩典。我会当甲你的救恩，也会当去甲人来分享，会当共款得到即款的福气。但愿主你今日通过你微微的仆人安尼的分享，互阮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阮安来向你恳求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